当马升等苏花公路，公路局即马拍算提出第9线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，希望伫2032年会当完工。若经费是需要820亿。公路局表示，这个计划若是做好，安尼苏花公路地当比较国道会较要7级的地当。若伫一寡较高落石头的路段，嘛去挖崩坑来保护。为着提升苏花界安全性，交通部提出第9线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，包括即摆地动大清水隧道北口、长期的下清水桥路段，拢包括伫个苏花安的计划内。公路局讲，5月会搁送宽屏补件资料。整个环评审查完之后，后续的一个建设计划、用地取得、都市计划变更等等的部分，我们会持续的同步来进行。因为考虑到在东部地区地震频繁，所以整个的那个耐震设计，我们都是会达到耐震7级以上。公路局表示讲，考虑到东部定有地动，伫苏花安结构的设计会比较国道有控7级地动的效果。若是较会有落石的区域，会看隧道来应用。即马讲的苏花安，其实就是甲苏花界无改善的路段放入去，包括宜兰的东澳甲南澳，含花莲的和平到河中段，含和仁到中德路段，都是要改善苏花界做无够的所在。按算2032年完工，经费820亿。专家认为讲，隧道含桥要做到7级的控制，问题无介大，但是以边坡的地理上困难，因为要保管安全，施工的难度高。从东澳到南澳这一段。现在的线型是沿着海边走，就比较弯弯曲曲的部分，那就必须要有更多的隧道跟桥梁来克服。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工程的过程里面，又发现了某一些隧道经过的地方是地质条件比较脆弱，甚至有新的过去未发现的断层经过，那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挑战。它如果是作为一些部落之间或者是乡镇之间花莲的一些联络的话，那这个机车的使用，一般的使用其实也不可避免。地动过后，目前伫台北线中兴公路已经伫初7抢通，目前是分时段通车，按算今年底会完成台北线和第9线的边坡修复。另外，伫花莲的龙东路虽然已经抢通，接一直有石头落倒来，好民众行过细致，台电讲会拍拼，互路保持拢是通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